我唔識分邊啲係心，邊啲係肺。不過金像獎評委就識分邊個好戲喎。喺自己嘅屋企度得到自己嘅屋企人嘅一個 like 一個鼓勵，係勝過所有嘢嘅。我係好知道呢一個認同，呢一個鼓勵唔係白紙自己嘅工作表現咯，係成個團隊嘅一個成果嚟嘅。所以我唔可以驕傲，我冇得驕傲。所以我好開心啦，可以喺香港有呢個鼓勵。踏血尋梅呢套戲點知白紙一個喺第35屆金像獎攞到獎啊！23歲內地演員春夏喺戲度扮唔適應香港生活嘅新移民，最終淪為援交少女。但係一次拍戲，第一次提名就打低咗4個前輩嘞，成為影后。就這個電影讓我覺得用心做一件事情，一定會有你想要得到的回報。咁喺戲度扮老差骨嘅成成，第5次提名，終於得到肯定啦！真係冇諗過，所以上場嘅時候都冇點樣準備。咁要多謝好多啦，咁就係頭先我哋都講咗，要多謝我經理人小美啦，亦都要多謝我哋成個踏血尋梅嘅劇組團隊。要多謝嘅說話真係講唔晒㗎，事關踏血尋梅尋晚總共立咗7個大獎啊！最佳電影咧就由10年奪得，徐克就憑智取威虎山奪最佳導演，唔知佢哋係咪大家貼嘅最佳呢？